嗱，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兩條講啦，第四、第五啦，好冇？嗱，第四咁咧，你睇到 A 同3A 啊嘛，即係如果個分母係3A 咁咪得咯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將前面嗰嚿分子分母乘3，5變15，A 變3A。好啦，咁我哋兩個相加，而家分母一樣啦，兩個相加係咪就完成啦？好，後面嗰條咯喎，後面嗰條啦，4同5係咪20啊？係咪最好就係20 boy 啦？係咪？即係我如果前面分子分母同時乘以5，-3變成-15，4變成20，係咪？後面嗰個同樣道理啊，2乘4係8，5乘4係20，一個同時乘以5，一個同時乘以4。由於分子分母同時乘一樣嘅嘢，所以總值不變，係咪？-15加8係-7，咁你就會做到最終嘅答案嘅啦。